喺個權力鬥爭佢失敗咗，係嘛？所以我記得我喺5月，應該5月頭啊，89年，我寫咗篇文叫做《趙紫陽躁進逼宮古和》啊。我呢個禮拜四我帶翻我呢篇文章，89年寫呢篇嘢咧嚟喺度讀俾大家聽。你知道毓民真係都算先知先覺嘅，你都咪話而家睇翻20年前，即係我去講呢一場即係愛國民主運動，然後中間牽涉個政治鬥爭嘅問題係嘛？我篇文嘅標題就係、是《趙紫陽躁進逼宮古和》，太急啦，係咪？想喂你大佬呢個慈禧太后，你逼佢係咪？咁我寫呢篇文嘅時候又引用呢個戊戌政變咯。邊個係榮祿？邊個係袁世凱？邊個係光緒？邊個係慈禧？邊個係康有為？邊個係康有為、梁啟超係咪？我寫晒出嚟啊！比喻啊，嗰啲咪康有為、梁啟超嗰啲咪即係嚴家琪啊、方勵之嗰班咯，係咪？所以其實講翻煲呔咧，即係證明呢個人，即係有時諗下咧，即係我係唔想用水鬼升城隍，但係佢又真係有運喺呢啲咁嘅環境錯，即係。陰差陽錯俾佢做到特首係嘛？我最記得佢做到呢個財政司司長回歸之前咧，佢有一次即係我哋傾開偈啊，佢表示即係對佢嚟講，公務員生涯呢個已經係頂峰，佢自己認為呢個都係佢一生人嘅最頂峰係嘛？心滿意足，點知又再上層樓做政務司司長，跟住阿董腳痛。佢係做埋特首，同埋呢啲你真係諗都諗唔到。但係呢個人你睇到佢過去呢幾年做特首，佢真係嗰個領導嘅才能咧，真係點講咧？你話佢無能又唔完全係，佢假假地都係一個即係技術官僚喺政府咁多年係嘛？對政策又非常之熟悉。但係一去到政治呢個層面咧，你真係對佢唔需要有任何嘅期待，因為實在真係太差。今日仲有人特別提佢喎，佢需要一位國情嘅一個指導。有人建議就揾阿陳雲啊嘛，陳雲寫咗篇鬥噏好笑，笑到你碌地嘅，係唯一喺報紙公開可以睇到蕭若元嗰篇聲明係高晒，佢引晒，全部係有埋粗口喺報紙度見報就係信報。老蕭嗰一段嘢，我哋喺網度係睇得精彩啊！嗰段就我哋喺網度睇到過，有啲女士同我講好睇嘅，有冇讀埋出嚟自己？唔想讀噶嘛，女士係點啊？女士係咪？女士都係人嚟嘅，我哋冇性別歧視嘅，係咪先？係嘛？點可以有性別歧視咧？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即係你睇到咧，乜能力係真係好差。佢做政務司司長咧都稱職嘅，都可以嘅。但係一上呢個特首就係兩個人變晒人啊！我而家提咗個全面檢討問責制嘅動議啊，6月3號，你記得？好似6、36月3號係嚇。咁5月20幾號就有個6·4動議啊嘛。係啊，6·4同埋政改好似，所以都好熱鬧嘅立法會呢輪都，係嘛？但係翻嚟煲呔個問題咧，即係我哋可唔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睇，就話其實如果佢未做特首之前咧，佢反而佢係嗰個人咧，嗰個素質係比而家好咧，定係還是佢做咗之後，佢開始有少少輕佻咗？即係睇佢一個表現就係，譬如類似佢知道自己做特首嗰時，佢即刻吹口哨。呢個咪反映佢嗰個人嗰個即係個變化咧？即係好難講啊！因為權力就真係好容易使人令人亢奮，嘅，而且你真係好難話講前呼後擁，好爽噶嘛！唔好話做特首，做個局長啊，行出去好威。個局長唯一唔中意去立法會嘅，尤其是有咗社民連嘅立法會，啱唔啱？一特首都係喺出邊喺個辦公室，佢真係威到痹啦，大佬。係嘛？中意搞邊個就搞邊個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佢唯一唔過癮嘅就喺立法會嘅啫嘛，坐喺度。最唔中意立法會咁嘛，但係個禮拜佢哋都要嚟噶嘛。呢個係個工作嚟噶嘛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即係等於今日我哋開政制事務委員會，我哋講起嗰個兒童權利公約係咪聯合國嗰個？因為喂06年、07年啊，講到而家噶啦，咁啊。即係你基本上係社會上邊一個共識，立法會亦都係咪要求政府要成立一個叫做
即係兒童事務委員會，即係兒童權利委員會。咁呢個係即係要符合嗰個兒童權利公約嘅，係嘛？佢一味係耍你喎。今日我咪走去問下譚志源咯，我哋老老實實話俾我聽，你搞定唔搞啊，大佬係嘛？結果今日好嘢啊，俾我哋博到懵，通過一個譴責政府嘅動議啊！喺你個事務委員會啊，過到唔夠 call 林啱間走晒啊！你知唔知啊？我出去掹人入嚟啊！咁啊掹到一兩個保皇黨啊，另外工聯會嗰個潘佩球啊，同埋黃國健知道走都走唔切啦，唔好搞我走咗去啊！你明？嗱呢啲到呢啲咁嘅到呢啲咁嘅關頭，你咪睇到就出埋你啦，你明唔明啊？就出埋你啦，係嘛？就行咗去啊！我啊掹咗譚偉豪就唔知見響中行咗入嚟啊，衝咗入嚟啊，攋咗嘢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我數人仲好笑啊！我數已經在場得佢要12個啊嘛，在場得得9個，我爭3個，仆街嗰2個出咗去，咁我撲出去咯。跟住見到大輝，我捉大輝入嚟，我話唔夠 call 林啊，你入嚟，你話㗎，我係啊，唔夠 call 林啊，你入嚟啦，嗱，你可以棄權，你入嚟，我投到票。跟住就阿譚偉豪急急腳走嚟，你一響鐘㗎嘛，佢唔知咩事。嘅遲到，佢嘅。跟住我都仲爭一個，咁啊，仲爭一個，我話仲爭一個，咁啊撲出去揾，諗下阿長毛話唔爭啊！你睇你冇計啊！譚耀宗同阿何宗泰，跟住投票，懟冧咗佢，搞掂咗，強烈譴責政府，即係冇開臨陣走佬，走佬，係聽到啊要投呢個票去走佬，即走，即係費事。咁因為嗰個動議係阿長毛提嘅，因為我鬧佢鬧到撲街，跟住長毛咧就陰聲細氣，跟住就寫定個動議啊，譴責政府啊！呢個拖延呢個成立呢個兒童權利委員會，咁強烈譴責政府。嗰啲殺華仔嗰啲唔喺度咩？唔喺度，佢全部開小差。唉，呢啲事務委員會咪個個坐晒喺度啊，大佬。咁咪執翻劑。有時我哋都未必可以全場坐喺度，因為另外一個會要開。疊住時間有啲係嘛？咁但係今日咧就俾我哋社民連兩個搞掂佢。唔係。聽日係咪6、4辯論啊？唔係聽日啊，下個禮拜6、4辯論，下個禮拜啊。下個禮拜，嗰保皇黨走晒㗎啦，走晒㗎啦。你偷雞都得啊嗰度。唔係你意思係辯論走晒啫，投票翻嚟㗎嘛？呢個冇約出嚟嘅，嗰個冇乜投票㗎啦。嗰啲分組投票梗要翻嚟㗎，唔係俾你搏懵㗎嘛？唔得，佢實翻嚟㗎，佢投票喺度㗎，應該。嗰個係只係。民主派投票，據我所知，佢投棄權票你就瓜得噶啦嘛，係嘛？佢唔會俾你過嘅今年，唔會過嘅，點會俾你過嘅？咁你呢個6月3號你初試提升第一個動議咗？梗唔係啦，我提過。第二個啦，唔係第一個，所以修正是嗰個。修訂唔同呢個你親自落廚噶嘛？呢個第一個係啦，因為咧你點都排到一個嘅，係你排唔到一個啊，天主教委員會嘈你噶啦。你呢個位大佬，因為你60個議員咧，你每次咧就得2個動議，咁你一個會期可能講緊開40幾次，40次到啫嘛。係，咁你咪照成你都係80個動議，咁你60個，咪最多一人一個咯。咁有啲冇提嘅，有啲兩個都可以排咯。繼續排咪變2個咯。係，咁而家我哋阿長毛有啦，我啦，長毛就嚟排啦。我排先啦，跟住大嚿提咗一個啦，咁而家即係，咪陳偉業一早有咗一個啦，唔係一早咧就開放第一電波嘛，唔係2個禮拜前有咩開放講呢一個會期啊，開放第一電波上上次睇，但係舊年2月發夢都開，唔可以掛牛嘅，佢真係掛住呢樣嘢。你過埋聽日啦，你過埋聽日，我中意祝福你過埋聽日啊，咁你就會忘記。喂，你講下聽日單公司先。